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21章，歡呼聲中進城。耶穌騎驢驅進耶路撒冷，眾人喊：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，奉主名來是當得稱頌的。耶穌進了神的殿，把兌換銀錢的和賣牲畜的人都趕出去。他說：經上記着，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，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。瞎子、瘸子在殿裏得醫治，孩童喊：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。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卻惱怒。耶穌看見一棵無花果樹只有葉子沒有果子，就咒詛他：你永不結果子。樹立刻枯乾了。一個父親叫兩個兒子去葡萄園工作，大兒子先說不去，後來去了；小兒子說去，卻沒去。耶穌問：哪一個遵行了父的旨意？